即个推行这国语内底吼，你若去问较侪拢知影，就是讲，伊用即款学校安尼甲你管，啊老师安尼甲你教，啊搁再来用足侪办法甲你限制，比如讲，伫学校内底，你若讲台语，就是所谓方言，啊就去用罚钱，啊就去用罚听，吼，啊你若无钱能够交，啊就叫你去做有诶无代志。其实我细汉也去用罚过，过去互同学陷害。你知影迄阵足要求的，有咧同学来讲，突然来讲，这是要安怎讲？啊，伊诚讲，诚去检甲老师检举，讲我代表真说方面。是啊，讲要罚5角。不过你知影40-50年前罚5角是比即个50块搁较大。啊，无要安怎？啊，就要去教室外面罚站，啊，伫遐罚徛，啊，规校拢看。其实阮哥哥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有一摆就是讲伊敢若就是讲所谓说方言，啊，去互迄老师，敢若当场就打巴掌。敢若拍足济就对啦吼，结果阮兄哥像规礼拜像我毋敢去读册，甚至因为安尼吼，所以像足无爱读册就对啦。其实迄个时阵语言的受害是足济啦吼，啊，迄阵你看，常用国语是爱国，啊，说国语不说方言，这毋是咧学校呢，公务的机关嘛是安尼，乡镇公所拢叫人爱袂使讲方言的。啊，因为安尼，你知影吼，你甲想吼，为1950年代，即个足严的方法，一直执行到当时，一直到1980年代。你甲算看，等于咱台湾严格伫实行一种国语的教育，超过一个世代了。因为咱的人生的生命，差不多20到25年是一个世代。所以因为安尼，结果你等于即个语言自然就断去，吼，过来，咱搁聊这吼，就是讲，伊是我那是语音，吼，毋过是因为语音的影响来使一寡词咱会讲毋对去，这真趣味哦吼。这叫做华语的错误类推啦吼，就是讲有2个字，伊伫咧华语内底共音，啊，毋过台语伊事实上无共音，啊，因为咱受到咱头壳受到华语的影响，怎啊加连做共音去，比如讲啥？肯定啊，诚恳，拢是肯对吧？但是台语毋是啊，一个是肯定，一个是诚恳。所以你有听到就是讲肯定，有咯吼，有一人肯定毋对，应该是肯定。真简单嘛，你看，你有肯无？无肯。吼，这个时阵你就，字的时阵你就会晓讲肯。但是足奇怪哦，你若是加上定的时阵，就足侪人走对肯定去啊。好，其实是肯定嘛，吼，好诚恳。过来，结构的构跟够不够的够，华语嘛是拢共音，吼，有够无问题啊。但是结构咧，咱听听到有人讲结构的无，那嘛是错误的吼。结构，吼，结构这是正确的。构这个字台语袂来做构，吼，结构有够，吼。好，过来这边所有的知，吼，这个真会去。因为所有的华语内底的字，伫咧台语内底有2个大类，一种的良知，一种的良德吼。征求甲争取的争拢是争嘛，但是所以咱讲争取无问题，但是征求咱就侪人就讲征求对无？好，征收有一个人讲征收对无？这拢是错误的，这字应该爱念做的研究。伊伫咧写文学内底啊，伊含这个知影的知。D 有无吼 ？D 伊是共一个类型的字，好，所以是征求、争取，好。好，趋甲趋势跟趋势吼，因为这个趋若是共音嘛，但是一个量出，一个量屈，无共款，好，出世甲不世无共款，好。好，宣誓华语分得出来，2个拢是宣誓，但是这2个台语无共，一个是宣誓，一个是宣誓。但是因为即摆有的人嘛，无啥会晓念伊啊，所以伊到底是要宣誓还是要宣誓，分袂清楚。吼，这查清楚哦，我只是宣誓一个尔，甲我是要来宣誓，这若是伫咧政治上好，这差真济哦，吼。好，过来，启蒙，先莫看，会晓看台语的人先莫看台语。启蒙，直觉你安怎讲？批评我，好，起哦跟起哦共音对无？起头来起无问题，但是你看哦，有一个拄要搁落报第二嘛，客变逢凶，有无？咱就会晓讲客啊，吼，啊蒙呢？
蒙古啊，蒙古啊，这咱会晓讲，客家互相咱会晓讲，蒙古咱会晓讲，但是这两字你甲夹起来的时阵，客蒙，好，客蒙运动，客蒙，咱就真侪人会走进去。好，这我那是一个足趣味的主题啦，就是讲是安怎，你变做事的时阵，你就会入去。好，好。因为我汉武迄写作业，敢若公正公开的公吼，所以你知影，拄好台湾建后国民党来接手的时吼，拢有在唱讲孙中山讲天下为公嘛，但讲就讲天下为汉武。